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31，箴言30章50安尼讲：上帝的话，逐句拢经过锻炼。所有倚靠伊的人，伊做因的盾牌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专心倚靠，就要做阮盾牌的天父。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所憔悴的活命道路，你是阮较无的永存真理，你是阮永远活命的愿望。主啊，伫这个混乱的世代，只有你的话语，通成做阮的引带，互阮通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行伫你的旨意内面，通活出你所欢喜的生命。主啊，当阮失迷的时，你的话要照光阮的脚步；当阮软弱的时，你的听坚固阮的心志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搁较无你的话，互你的话成做阮的倚靠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话逐句拢经过锻炼。所有倚靠你的人，你做因的盾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